今仔日是世界难民日，来自纳吉利亚比亚发达地区的代表呼吁台湾要建立庇护制度，保障难民的生存权。让韩国甲日本都已经立法啦，台湾煞干那临时专案。监察委员纪惠瑶嘛呼吁政府要规划替代机制。米拉笑笑甲边的人轻松开讲的伊，是为奈及利亚比亚法拉地区的乌潘瓦。当地长期去予人军事镇压，人权嘛严重受侵害，而且包括长期拘留、随便逮捕等等。伫世界难民日的即天，伊呼吁台湾爱实行人权的承诺，建立难民庇护法制，互独立建会伫台湾生活的人袂阁无依无靠。We use this medium to appeal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les that safeguards the rights of refugees, to offer them protection and to ensure their resettlement. 比起附近的韩国甲日本已经有设难民法，台湾目前是敢若以临时挂桥登记证庇护专案做替代机制。韩国岗位是讲，实施将近2年来，由民间协助的申请案件当中，到即马也无任何一个收到正式的审查结果。申请人伫等待期间无法度纳入健保，也无合法的停机留成分，甚至可能面临互人强制赶走的风险。在你还没有难民法之前，你应该要有一些相关的措施。那我的调查案里面也调查到，像我们邻近的日本，在还没有申请到难民的身份的时候呢，他们是有一些协助，包括福利方案，包括他可以有部分的工作来维持他自己的生计。以色列甲伊朗战事升温，各地拢有都离开母国寻求保护的庇护者。乌潘瓦嘛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因希望伫台湾会当赶紧推动难民法，并且伫难民法通过进前，会当先调整并修改即马会牵涉到难民庇护的法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